在日新闻要招乡亲来去食澳牛，真个乡亲可能唔知讲澳牛是一种菌类的食物，需要挖靠树啊才有度成长。水里道一个乡亲，伊叫黄万福，退休后伫这个玉峰村种将近1家这个澳牛园，并且用这个落羽杉、檀香等等树啊，和这个澳牛去宣传。景观看起来真优雅、真水，可以使食到无毒的澳牛，是一位会使学习食农教育的好所在。 大部分像阮若做了较久的人，看到小我知影伊在种人工的。是。农民黄万福小解家己种澳牛的方法，园区真清气雅致，敢若是精心打造的景观公园，算是一个经过农民用心整理的无毒澳牛园。唔免抓药啊，唔免抓农药。第二，会当食到几百年。 来到这，除了会使了解澳牛的生长方式，阁会使伫现场食到品种是丰富的澳牛做出来各种口味的天然澳牛冻，有通食，阁有美景会使欣赏，实在真享受。搓揉出来的爱玉，它是 Q 的，不像平常人家假的那时候是脆脆的那一种。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园区，如果以后再过1年后，整个铺满了，那个氛围非常的美。 参观民众对黄万福的澳牛园真懊恼，而且对以前的管理方式有真深的印象，是学习食农教育的好所在。嘛讲有机会要带亲戚朋友来参观食澳牛。